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5月31号，诗篇113篇，撒母耳上卷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罗马书12章第9到16节，路加福音第1章39到5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疼的行动。咱可能感觉真特别今仔日的经文有4位就是讲，若出现4个经节的，就是主日或者是特别的宗教节日今仔日的宗教节日就是玛利亚去拜访伊丽莎白这个日子。5月份 WHO 开会这个时期全世界有真侪国家拢发出声音要来支持台湾加入这个 WHO 还是 WHA 的会议这个组织，但是今年这个行动犹原是无成功啦当然，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WHO 内底重要的干部犹原受到中共的经济援助甲控制。中共的发言人举行记者会时阵，安尼讲，全世界只有中国上关心台湾人民的健康啦但是另外一手呢，却是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甚至来阻止台湾购买德国的疫苗 BNT。这礼拜日本甲这个 AZ 的公司来改因的这个药购买药，将2000万剂的这个疫苗要转让予台湾。结果中共的发言人佮安尼讲，绝对无可能会使安尼做。我想不但是有良心的台湾人，或者是讲世界公民，拢知影中共这种关心台湾是迄个猫仔咧靠鸟鼠加自闭啦实际上要来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不但安尼这个就连基督教的信仰对这种有巧无心的，也是讲口是心非的人，有极真清楚、真明白的教导甲提醒。保罗予罗马教会基督徒的书信安尼讲着，讲疼人着爱真诚，爱厌恶者会赦恶，爱持守良善，爱用迄个兄弟之情相亲相疼，爱真诚的互相敬重，毋通分担，着爱拍拼工作，用火热心事奉主，伫五忙中爱喜乐，伫患难中爱忍耐，祈祷爱有耐心要爱着爱互这个送乡的兄弟分享你所有的，来接待出外的人，祝福受迫害你的人是啦，着爱祝福，毋通咒诅着爱甲喜乐的人同欢喜，甲哀哭人同哀哭，无论对什么款的人，同心彼此关怀，毋通心骄气高着爱拍落去卑微谦卑，毋通掠做家己真聪明啦中共的政权就是迄种邪恶，佮掠做家己真聪明，欺负周边所有的国家甲民族的一个政权信仰安怎甲咱教导？汉娜捌因为无法度生育，伫圣殿的中间来哀求上帝，上帝应允伊，着要将来要得到福气，着要生囝伊决志将伊的囝奉献予上帝。根据圣经的记载，汉娜的决志毋是嘴讲尔定伊是真正付出行动，予伊的囝撒母耳成做上帝的奴仆，用实际行动来表达伊疼上帝、奉献的心志。咱会当对撒母耳上卷第1章24到28节，汉娜付出行动力，将囡仔奉献予上帝这项事，伊就是一位
付出疼的行动的信仰见证。因为对伊来讲，上帝是一个有疼佮有行动力的上帝。汉娜安尼来告别伊的信仰，伊讲：上帝互我心内充满喜乐，上帝互我举下起头，我对着来发笑，因为上帝帮助我，互我快乐。只有上帝神圣，除了伊以外无有圣的。咱的上帝是唯一的保护者。对汉娜来讲，当伊拄着困境的时阵，上帝是伊唯一的倚靠，无有其他的拯救，无有其他的选择。这就亲像彼得伫《使徒行传》第4章伊的讲道的中间所见证迄个，无有别个拯救，上帝无有想事别个拯救。汉娜是一位倚靠全能、佮满有慈爱的上帝救恩的人，所以伊也用伊疼的行动来回应上帝。这是伫旧约、伫新约的时，咱也看到，伫教会历中间，今仔日玛利亚拜访伊丽莎白的日子，咱看见耶稣伫世上的这个妈妈玛利亚，伊拄开始。对天使知影讲，因为圣神的原因要来生囝的时阵，伊真惊吓，嘛真烦恼，因为伊还要出嫁，怎样会当有生育？到后来，伊有身孕了后，伊就启程前往伊丽莎白伊的亲人的家去探望这位原本未生。真年岁真大了后，才得到上帝恩典生育的亲情，这个处理。咱来去看迄圣经的地图，咱就知影讲，玛利亚对伊的这个伊的家要去到伫这个伊丽莎白因兜是真长的距离。咱知影玛利亚迄个时阵才10几岁尔，伊个怀孕伊若毋是有呼召，若毋是有即种的疼心，怎样会当有即种的行动力去到伫伊丽莎白因兜来探望呢？咱看见伊即个怀孕的妇人人，真长的路程道南去探望伊丽莎白。玛利亚伊的祈祷，伊甲哈娜祈祷其实真类似，这就是伊的信仰甲伊的性命的这个反省因拢领受着上帝恩典甲呼召。玛利亚安尼学了上帝讲：我心尊主最大，我的神掠上帝，我的救主最欢喜，因为伊顾念伊卑微的女婢，对当以后万民要称我做有福气的。因为大权能的上帝为着我成全大事，伊的名神圣，因敬畏伊的人来施乐仁爱，代代无穷。伊阁伸出权能的手骨，来赶除骄傲的心中一切的假冒。伊将强大的君王对宝座顶悬来杀落去，伊阁高举卑微的人，伊互妖恶的人会通把足，互富裕的人空手倒转去。伊咱的祖先来遵守伊的承诺，来辅助伊的奴仆以色列。伊顾念亚伯拉罕，伊伊来施乐仁慈。并且佮甲伊的后裔直到永远咱会当看见讲，即两个妇人人对伫生育这项代志真正有感受到上帝是一个有行动疼的上帝，所以因用疼来回应。疼得爱有行动，毋通干那喙咧动。牧师真无爱听人讲一寡，还是讲真习惯讲大声的话，讲来拢包伫我的身躯顶，即种的话啦其实，若是咱有心愿意做会到，就付出行动
来回应上帝真实的疼。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5月31号。今天经文是诗篇113篇，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1到10节，罗马书第12章9到16节，路加福音第1章39到5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爱的行动。可能大家觉得今天的经文特别有4段经文，那在Daily Devotion 里面的4段经文，要不是主日的话，就是特殊的基督教节庆。那今天在基督教的教会历里面是纪念玛利亚拜访以利沙伯的这个记载，这个日子。5月份是 WHO 开会的这一段期间，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发出声音支持台湾，说应该让台湾加入 WHO 或是 WHA 的这个会议。但是今年一样，我们仍然扣关没有成功了哈。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WHO 的一些重要的干部仍然受中共的经济还有很多的控制。中共的发言人在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呢，他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还要关心台湾人民的健康。但是话是这么说，他们却一手打压台湾参与国际的空间，阻断了台湾购买德国疫苗 BNT。 这个礼拜日本与 AZ 呢，他们改了他们的购买的约，将2000万剂的疫苗呢授权呢转让给台湾。结果呢，中共的发言人竟然又发声明说绝对不可能得逞的。不但是所谓的有良心的台湾人，有良心的世界公民都知道，中共那种关心台湾是一种猫哭耗子假慈悲，而实际上呢是要来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不但如此，就连基督教的信仰对这样的有口无心、口是心非的事情有极为明白的教导跟提醒。保罗给罗马教会基督徒的书信里面这样说道，他说爱人要真诚，要厌恶邪恶，持守良善，要以手足之情相亲相爱，要竭诚互相敬重，不要懒惰，要努力工作，以火热的心侍奉主，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要让贫穷的弟兄分享你所有的，要接待异乡人，要祝福迫害你的人，是的，要祝福，不要咒诅，要跟喜乐的人同喜乐，要跟哭泣的人同哭泣，无论对什么人都要同心彼此关怀，不要心骄气傲，倒要俯就卑微，也不要自以为聪明。中共的政权就是那种邪恶又自以为聪明的，他专门欺负周遭的国家跟民族。信仰如何教导我们？哈拿曾经因为无法生育而在圣殿中他哭求上帝，上帝也应许他将要蒙福，将要生子，而他也决志要将孩子奉献给上帝。根据圣经的记载，哈拿在决志的这个决志不是口说而已，而是真正的付出行动，让他的儿子撒母耳成为上帝的仆人。他以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他对上帝的爱、奉献的心志。撒母耳记上卷第1章24到28节，哈拿
这个记载就哈拿他付出的行动，将孩子奉献给上帝的事情。他就是一位那种付出爱的行动的信仰见证。因为对他而言，上帝也是一位有爱的行动的上帝。哈拿这样告白：上主使我心里充满喜乐，上主使我抬得起头，我向敌人发笑，因为上帝帮助我，使我快乐。唯有上主神圣，除他以外没有圣者。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保护者。对于哈拿来说，当他遇到困境的时候，上帝是他唯一的依靠，他别无拯救。这样的一个告白，就好像彼得在使徒行传第4章的讲道当中，他来见证说，天上地下没有别的拯救，没有赐下别的拯救，只有耶稣基督。哈拿是一位倚靠全能而满有慈爱上帝救恩的人，他也以爱的行动来回应上帝。今天在教会历的当中，是我们纪念玛利亚拜访以利沙伯的日子。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日子为什么重要？当我们看到耶稣在世上的妈妈这个玛利亚，她在刚刚开始从天使得知说有圣灵感孕要生子的时候，她原本是害怕担心的，因为她自己还没有出嫁，怎么能够生育呢？可是到后来，她有了生孕之后，她就启程前往以利沙伯，就是她的亲人，她的可能是表姐去探望这一位原本不会生育、年纪非常非常大才蒙主的恩典怀孕的亲戚的家里，他去探望他我们如果去看这个圣经的地图，玛利亚她所住的地方，应该说约瑟所住的地方，到这个以利沙伯他们所住的地方，其实是非常远的。玛利亚其实是一位还年纪非常轻，可能十来岁的女孩子，怀了身孕，又要长途跋涉南下去探望她的亲戚。除非有上帝的呼召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得出来，她真的是一位付出爱的行动的实践者。玛利亚的祷告跟哈拿的祷告非常类似，都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以及呼召。玛利亚这样赞美祷告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卑微的卑女。从今以后，万民将称我为有福，因为大能的上帝为我成全了大事。他的名神圣，他向敬畏他的人广施仁慈，代代无穷。他伸出全能的手背，驱除狂傲者心中一切的计谋。他把强大的君王从宝座上推下去，他又抬举卑微的人，他使饥饿的人饱餐美食，叫富足人空手回去。他向我们的祖先信守承诺，辅助他的仆人以色列。他顾念亚伯拉罕，向他大施仁慈，并且给予他的后裔直到永远。爱要付出行动。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跟约拿他们都领受上帝的恩典跟呼召，他们也付出行动去爱人，去关心人，去爱上帝，回应上帝的爱。所以爱要行动，不要只有嘴动。其实牧师很不喜欢听到有一些人，他们很习惯说话总是喜欢打包票，哎呦，包在我身上绝对没有问题。通常这样的人都有问题的其实如果做得到的话，就付出行动就好了嘛。我们就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真实的爱吧。